俗話說，既來之则安之。哎，你看我来这几天就迅速適應了。你呀，就得學習我這種打不死的小強精神。切，再說我覺得那個冰塊臉也並沒有想把咱們怎麼樣啊。抓了這麼多天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除了不讓出去，別的也沒什麼不好啊。還沒什麼不好的，你都成了太監了。哎，這不是為了讓他們相信我們也是古代人嗎？哎，再說，我覺得太監沒什麼不好的。現在府裡上上下下，反正是雌性動物，都對我好的不得了。哎，幸亏我掉下來的時候，兜裡還裝着那個便攜的化妝袋兒。老娘吃飯的東西還剩那麼一點兒。只不過來之前斜挎的那個化妝箱不見了。好貴的。哎呦，還老娘呢！你心可真够宽的。不然能怎么樣？每天跟你似的，愁眉苦臉的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哎呀，我這幾天呢，仔細想過了，我們穿越過來呢，肯定是因為那個像飛碟一樣的東西，所以啊，我們只要再找到那個東西，就一定能穿越回去。話是這麼說，可是我們怎麼樣找啊？哎，導航地圖還是衛星定位啊？那我們也不能總待在這兒吧？再說了，那個冰塊臉，誰知道他要幹嘛呀？哎，你說會不會是因為你非禮了他，所以他就產生了斯德哥爾摩症狀，愛上你了？胡說八道，誰非禮他了？混蛋谢延琪，管老娘主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起了？现在幾點了？幾點了？就現在什麼時辰了？哦，卯時都快過了。卯時又是幾點啊？啊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對了，你是誰啊？您又忘了，我是王爺派來伺候您的丫鬟呀，我叫喜兒，以後就我來伺候您。哎，別，我自己來就行。還有，你以後可不要叫我小姐什麼的，就叫我晴柔或者晴柔姐都行。小姐，喜兒要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你打我罵我就是了。你這是幹什麼呀？快起來，快起来！你挺好的，我沒說你什麼不好呀。那小姐幹嘛不讓我伺候你，還讓我叫你的名字？那是大不敬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前在家習慣了。哎呦，隨便你了。小姐，喝粥。看來阿廣說的對啊，在王府也沒什麼不好的。王府當然好了，而且小姐又是我們王爺點名要留下來的人，整個王府的人背後都在議論，說小姐到底是王爺的什麼人呢？小姐，你這幾日一直悶在屋裡，要不要喜兒陪你出去走走呀？也對啊，我這幾天都沒怎麼出去過。還有啊，那個阿廣死到哪裡去了？廣公公啊，他現在可是王府的大紅人呢。他有一個像神仙一樣的袋子，裡面隨便拿點東西出來，就可以把王府裡的老媽子呀、丫鬟都變得漂漂亮亮的。他還梳得一手好頭，今天就被兵部王大人的夫人請去梳頭了呢。這個阿廣啊，可真行。得，咱們兩個出去逛逛，走吧。小姐，你快看，多漂亮啊！你過來呀。我看你自己玩挺好的，你還是自己玩吧。啊，這也敢叫花園？還沒我家小區綠化面積大呢。看來這個王爺也不怎麼有錢了。什麼味道？好
甜的味道。反正也没人看见，又不知道是我偷吃的。混账，给我放下！你是谁？竟敢偷吃本小姐的東西？我就是看看而已，这上面有没有写着闲人勿动？你，如意，给我张嘴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樣啊？话還沒說完就要動手打人，你簡直無法無天！說你是誰的丫鬟？我今天就要替你主子好好教訓教訓你。如意，是。住手！表哥，你來得正好。你府裡的下人真是越來越沒規矩了，竟敢偷吃我親手給你做的糕點，我要罰他，他還敢還手。糟了，他叫謝雲奇表哥，那他不就是那個公主？完了完了，這下闖禍了。誰說我偷吃了？你看這糕點一塊都沒有少，我就是拿起來看看，怎麼了？哼，要不是我和小姐及時趕到，你就吃了。哎，你有證據嗎？我就是拿起來看看而已。對於你們這種毫無證據的惡意誹謗，任何法庭都不會受理的，你們知道嗎？再說了，既然沒有犯罪事實，那就不能判定我有罪。表哥，你聽聽，他都說些什麼亂七八糟的，都讓人聽不懂。我不管，你要給我做主啊！我不管他是誰買來的丫頭，我讓你現在就趕他走。用不着，我現在自己走。你，切，誰管你們？哼，讓。表哥，我幫不了你，因為她不是我府裡的丫鬟，而是我的客人。客人。如意，我沒看錯吧？表哥剛剛那個是笑了。小姐，你怎麼回來了？我到處找你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嫻兒，你我相識一場也算是有緣分。今後如果你有危險，就向西方大喊3聲我的名字，我若聽到，定會回來救你。今日一別，後會無期。再見。哎，小姐，小姐。